好多人睇住播咗好多年嘅長壽處境劇傳出要大結局倒數，班老一輩嘅資深演員被迫退居幕後或者淡出，甚至連之前風頭一時無兩、紅遍全城嘅歌唱真人秀，而家都好似淪為咗冇人想睇嘅搞笑馬輝。業界內部仲頻頻傳出節目可能做埋嚟緊呢一季就會徹底停辦，以後都唔會再有新一季。對於好多睇住電視長大嘅觀眾嚟講，呢套陪伴咗大家差唔多10年嘅王牌處境劇，絕對係刻喺幾代人青春回憶入面嘅標誌。早前突然傳出正式停拍嘅消息，一時之間唔單止電視機前嘅觀眾覺得萬般唔捨得，連一班喺台上台下合作咗咁多年嘅演員同幕後團隊，個個心入面都充滿着不解同埋唏噓。始終整整10年嘅時間，台前幕後日日見面，一齊開工，相處嘅時間仲多過同屋企人，累積拍咗成千上萬集嘅戲，嗰份感情同默契真係非同小可。更令人感嘆嘅係，呢套劇預計喺7月就要播放大結局，就算電視台隨後話會拍新嘅處境劇嚟接棒，但係為了俾觀眾新鮮感，演出陣容肯定會面臨一場大換血。呢個意思好明顯，即係話嗰班陪伴咗觀眾長達10個年頭嘅老面孔同熟面孔，幾乎全部都要直接面對失業嘅現實。其實喺幕後，唔少演員早就已經預感到呢個風暴遲早會嚟，所以私底下大家都好默契咁靜靜地幫自己穩定後路。有啲人合約一完就選擇直接離巢，唔再留戀舊天地；有啲人就打算移居去內地定居，畢竟內地嘅生活成本相對較低，生活節奏同空間都更大。仲有唔少人跟隨潮流，加入咗直播帶貨嘅龐大行列，亦都有演員每日好努力咁營運自己嘅社交賬號，不斷出貼文、開直播。講到底都係為咗喺呢個網絡時代維持住多一點點嘅曝光率同討論度。喺呢一大班正面臨人生轉折點嘅演員入面，最令人感觸同心痛嘅，莫過於今年46歲嘅李榮豪。熟悉呢套處境劇嘅觀眾相信都好清楚，李榮豪飾演嘅角色，由劇集第1集開拍嗰陣就已經一直長駐喺度，整整10年嘅光景，佢陪伴住觀眾由青澀走到成熟，而佢自己亦都將人生中最黃金、最寶貴嘅10年青春，完全傾注喺呢部劇集同呢個角色身上。但係隨着劇集停拍，即將被迫加入失業大軍嘅佢，最近更加係陷入咗內憂外患、雙重夾擊嘅人生低谷。首先係佢嘅媽咪思明過身之後，李家內部嘅家庭風波就幾乎冇停過。前陣子仲頻頻傳出佢爸爸李家鼎被大仔李永漢質疑遺產分配嘅問題，甚至有傳聞指有人計較緊鼎爺名下嗰200萬嘅定期存款。李永豪早前喺接受媒體訪問嗰陣，亦都好坦白咁承認，爸爸目前嘅財政狀況確實唔算太過樂觀，屋企嘅經濟重擔同埋生活開支，而家幾乎全部壓喺佢一個人嘅膊頭上面。為了賺多啲錢嚟維持成個家庭嘅日常運作，李永豪最近喺網絡社交平台上主動發文，宣布要重啟自己建立咗好多年嘅影音分享平台賬號。佢喺文章入面好誠懇咁寫道，自己要重新開始好好營運自己嘅個人影音頻道，希望大家可以點擊訂閱支持佢。佢承諾未來會拍多啲高質素嘅影片俾大家睇。可能好多觀眾未必知道，李永豪呢個網絡影音賬號，其實早在10幾年前就已經建立。翻查過往嘅紀錄，頻道入面其實已經累積咗近100條片，內容亦都相當豐富多元。入面有佢最熱愛嘅漂移賽車同埋拳擊運動，仲有唔少以前拍劇嗰陣留低嘅幕後花絮。只不過係呢幾年因為日夜趕拍電視台嘅劇集，時間太過緊迫，先至被迫減少咗更新。而家回過頭睇返，大約係1個月前，李永豪上載咗自己結婚嘅精華片段。其實嗰陣佢就係試緊網絡嘅水溫同埋觀眾嘅反應。當時嘅佢已經喺度為全面回歸自媒體行業做緊準備，只不過嗰陣時外人根本完全估唔到，長壽處境劇會咁快畫上句號，而佢亦會咁快面臨失業嘅沉重壓力。李永豪呢個帶着求助意味嘅貼文發出嚟之後，好多網民同忠實觀眾都感到非常心痛，紛紛喺留言區為佢加油打氣，仲主動俾咗好多建設性嘅意見佢。
其中獲得最多支持嘅建議，就係叫李永豪拉埋爸爸李家鼎一齊合作拍飲食主題嘅短片。亦都有網民為佢出謀劃策，教佢要好好把握住現時處境劇停拍嘅網絡熱度，加緊步伐多出幾條影片，盡快將訂閱人數推高，同時仲可以帶埋太太一齊出鏡，同大家分享兩夫妻嘅溫馨居家日常。咁樣唔單止可以拉近同網民嘅距離，仲可以大範圍咁吸引新粉絲。其實除了準備重啟影音頻道之外，李永豪早前亦都透露過，現階段嘅佢除咗繼續爭取幕前嘅演藝工作之外，仲喺內地投資開設咗賽車培訓班，目的就係想多揾幾條財路，增加穩定嘅收入來源，拼盡全力去扛起屋企嘅所有開支。面對失業嘅陰霾，又要處理繁複嘅家庭風波，仲要隻身一人拼命養家。幸好李永豪並沒有選擇自暴自棄，反而選擇咗非常積極同堅韌嘅態度去尋找新出路。呢份承擔責任嘅勇氣確實值得大家給予認同同支持。不知等到呢套處境劇大結局正式播出嗰一天，電視機前會有幾多觀眾會睇到流淚感傷？而呢個現象嘅背後，其實深刻反映出一個不可逆轉嘅時代趨勢，傳統電視節目正在被現代網絡娛樂全面取代。喺以前嘅年代，電視機係每一個家庭喺晚間或者假期唯一嘅娛樂核心，大家放工放學返到屋企，最自然嘅習慣就係開電視，將所有注意力投入去睇電視台嘅節目。然而喺而家呢個資訊爆炸嘅現代社會，整體環境已經發生咗根本性嘅改變。觀眾嘅時間同注意力已經被各式各樣嘅新興事物瓜分得七七八八。當觀眾發現喺網絡影音平台上有海量完全符合自己個人興趣嘅短片同獨立製作時，佢哋會選擇將寶貴嘅公餘時間花喺呢啲網絡平台上。一旦觀眾嘅收看習慣同興趣轉移咗去網絡，傳統電視節目嘅收視率自然就會直插谷底。現今嘅電視廣播機構所要面對嘅競爭對手，早已唔單止係同業嘅其他電視台，而係網絡上所有奪取大眾注意力嘅娛樂項目。喺咁樣激烈嘅競爭環境之下，傳統電視台喺節目製作模式以及演員人手安排上面，反而暴露出了好多行之已久嘅結構性問題。其中一個最明顯嘅例子，就係長篇處境劇嘅演員變動。近期有細心嘅觀眾發現，喺某套重點處境劇嘅最新演員名單入面，已經完全揾唔到常駐演員李永豪嘅名字。與此同時，外界一直有消息傳出，話電視台有意安排資深老演員李家鼎加入呢套劇集，甚至可能會安排佢飾演同廚房或者餐飲相關嘅角色。考慮到李家鼎本身喺飲食界同埋廚藝方面有着相當深厚嘅背景同知名度，呢種角色安排喺表面上睇落去似乎非常合理。但係電視台喺大量起用年事已高的老演員嗰陣，往往忽略咗背後需要承擔嘅極大潛在風險。電視台嘅劇集拍攝工作，本質上係一項極度消耗體力和意志力嘅長期工程。每日嘅拍攝時間動輒長達10幾個小時，甚至夜以繼日，仲需要大量部門同人員嘅緊密配合。長期處於呢種高強度、連續不斷嘅拍攝環境入面，對於年事已高嘅老人家嚟講，身體健康絕對係一個巨大嘅考驗。無論係精力、體力定係身體狀況，都不容許佢哋仲好似後生仔嗰陣咁，天天由早到晚流連喺片場。因此，電視台為了規避呢啲潛在嘅健康風險同突發狀況，唯有盡量減少老演員喺長篇劇集入面嘅固定戲份同出場頻率，轉而安排佢哋去參與一些時間比較短嘅宣傳推廣活動，或者是大型特別節目、演唱會入面做客串嘉賓。為了填補資深老演員陸續退下火線之後留低嘅空缺，電視台近年開始大規模起用新人。以電視台之前重點打造嘅真人秀歌唱比賽節目為例，呢個節目喺剛推出嗰陣，確實吸引咗市場相當大嘅關注度。喺第一季同埋第二季入面，亦都成功捧出咗一啲表現相當優秀、有個人特色嘅參賽者。然而，根據目前內部嘅發展趨勢同埋實際播出嘅效果嚟睇，呢個節目已經非常明顯咁走向咗衰退嘅末期。
業界有明確嘅跡象顯示，呢個節目喺做完嚟緊嘅第四季之後，就會徹底停產，絕對唔會再有第五季嘅出現。導致呢個王牌節目走向滅亡嘅主因，首先係參賽者嘅整體水準出現咗嚴重嘅下滑，原本主打認真、專業嘅歌唱比賽，逐漸變質成為缺乏吸引力嘅表演。另外，節目嘅評審機制同評分標準，亦都被外界揭露出存在着巨大嘅漏洞同埋不合理之處。坐在評判席上面對參賽者發表的評語同俾出嘅分數，有一部分評判本身喺歌唱專業領域上面嘅能力，根本不足以讓大眾信服。呢種現象直接導致觀眾懷疑比賽嘅最終結果受到人為操控，或者是被某些粉絲群體透過盲目投票所製造出嚟嘅虛假排名。對於呢種失去公信力嘅比賽，最合理嘅解決方案，本來應該係將最終嘅決定權完全交返俾真正嘅廣大觀眾，或者是邀請歷屆表現真正優秀嘅得獎參賽者返嚟擔任評判，咁樣先至可以勉強維持比賽嘅基本公平性同專業權威。呢個歌唱音樂節目嘅衰落，其實並不單單係一個節目嘅失敗，而係整個香港傳統音樂同娛樂產業全面萎縮嘅一個縮影。傳統電視同音樂產業嘅衰退，除了內容質素日漸下降之外，最根本嘅原因係受到了新興網絡短片的直接衝擊。現代人嘅生活節奏已經被社交平台以及手機軟件徹底重塑。現時最流行嘅短片格式，要求喺一段短短1分鐘左右嘅影片入面，密集式咁塞入好幾個情緒爆發點或者笑點。觀眾睇完一條短片之後，會即刻滑動熒幕睇下一條，不斷追求全新嘅刺激同快感。喺呢種模式下，觀眾嘅專注力已經被大幅度削弱，大家變得越來越冇耐性，根本冇辦法再靜落心嚟，好似以前咁花上45分鐘甚至1個小時去追睇一套節奏緩慢嘅傳統電視連續劇。相比之下，互聯網平台上面嘅獨立內容創作者，佢哋嘅生存同應變狀態就顯得靈活得多。獨立創作者完全不需要像傳統電視台咁養着龐大嘅行政同製作團隊，亦唔需要承受高昂嘅場地同器材成本。佢哋只需要一部簡單嘅手機、一個支架，喺鏡頭前講述一下日常有趣嘅事物，或者是做一下美食評測，就已經可以輕鬆吸引到大量嘅網絡流量同觀眾支持。所以，電視同電影呢啲傳統娛樂行業，喺面對現今呢個快節奏嘅消費時代嗰陣，就顯得極之笨重同反應遲鈍。而靈活多變、隨時可以調整策略嘅網絡內容創作，就順理成章咁佔據咗明顯嘅時代優勢。呢種結構性嘅行業衰退同轉移，係任何單一傳統力量都無法去逆轉嘅大勢所趨。